阿高，我小等一下要去一撮超级市场，你敢有要买啥？我想要食夹心饼，真好。巧克力大敢若嘛袂歹呢。还有迄吼新出的草莓鸡两个，敢个有？还有迄马铃薯片8包，美国灌肠。若是上尾吼，搁来一支甜甜的糖仔签，就上赞啊！哦。阿高，你袂当收小摊，你点遐济，敢食会了？你唔惊开腹肚？敢会？甲囡仔讲故事，咱来听故事。哦，这罐芋头实在太好食啊！我加买一罐。那爸爸给出来。无啊，啊是安怎啦？你要倒听哟？我叫爸爸给出来啊！嘿，无代志，咱客伫内底，无从看卖哈。嗨，啊，你现在客这暗啊？好啦，我来请来当三工吼。哎呦，要背物件哦，背物件哦，我上牛啊啦！较早吼，迄菜头啊，比人较大张哦，我嘛拢背起来。看我会哦，来，一、两、三，耶！奇怪，哪会无法度啊？我来啦！我甲恁讲吼。恁两个揽我的腰，咱三个做伙出力，安尼较紧啊！好，来，我算到3做伙出力咯。好，来，一、两、三，一、两、三，哎呦喂呀，我的骨头哦，袂用治，我看哦，也是找我的朋友斗相共。好。各位厝边头尾，大家好。若是拄到这个状况，千万唔通紧张，搞好专业的来。好。这个状况就需要一款咕溜的物件。哦，安尼沙拉油敢袂使？会使，来试看卖。来，阿恁来吼。袂用钱。还有啥？无马达好无？好。无猪油啦，较油嘛较香嘛。无你即摆是要煮菜呀？大姐是要安怎才好啦？哎呦，我刚才是纯粹是要摕芋头尔。刚讲。好，我即摆有一个方法吼，会当互你的手伸出来。你爱听我的哦，好无？会当甲手伸出来，你要我做啥物代志，我拢愿意。好，等下我算到3吼，你就甲你手呢迄地条条的芋头哦放开。啊！好，来，请看卖哦。一、两、三。芋头，再会啊！我手伸出来啊，足奇妙呢！啥物咧奇妙啊？明明就是你摕伤济啊啦！无办法啦，这芋头足好食呢。哎呦，弟弟啊，你若遐爱食吼，阿姨后摆搁要互你食就好啊。就是讲，咱做人吼，莫遐尔啊小贪啦，一摆吼抿一挂就好啊。好啦，我知啊啦，一盖摕一粒就好啊，莫小贪。多谢大家啊！来食芋头，食芋头。好啊，我嘛就爱食。一、两、三。阿高，你是咧写啥？哪写搁哪笑？说尾，你毋是讲袂用个小摊？对啊。所以吼，
我甲我想要食的物件，拢已经排好时间写来食呢。你看，安尼都袂落交去哦。拜一是鸡卵糕日，拜二是正饼日，拜三是巧克力豆。阿狗，你安排到这么仔细哦。对啊，这是这个月的哦，后个月吼，我搁伫想呢。细妹，你甲我斗想看卖啦。我讲到三角形，你会想到啥物呢？我会想到早顿的三文治、切片西瓜、交通的指示牌啊，还佫有啥物呢？生日的帽啊，佫有阮兜猫咪的耳仔啦。一只水鸡呱呱呱呱呱呱呱，一只水鸡呱呱呱呱呱呱呱，一只水鸡呱呱呱呱呱呱，一只水鸡呱呱呱呱呱。一只火鸡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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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只火鸡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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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只火鸡咕噜咕噜咕噜，一只火鸡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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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只竹鸡啊，几个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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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只竹鸡啊，几个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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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只竹鸡啊，几个关，几个关，几个关。一只竹鸡啊，几个关，几个关，几个关。金鱼，咱来看一下路线。9号伫这边，啊过来咧，9号伫遮，咱即摆是毋是伫遮？即个入口。是我这边较好，啊，怪个行吧，啊，怪才个倒。金仔遮。这伊偌酷啊！嘿啊，伊遮有写讲啊，伊足敏感的，就较无大，啊，我咧做迄个动作，就是较袂去互发现。有无你看到一只咧叮当？敢无敢无？哦有。而且伊较常听到啥物声？牛滑头。伊的耳仔有叮当。嘿啊。要要去看别区啊？我要看9号。 9号是无？安尼无看到9号，我就唔敢玩玩区。是哦，好，安尼来去找找咱的9号，看伫倒位。跳吧。妈妈。有。我哪感觉这只是家猫？哦，这只是厝的猫啊。家猫。这只是9号，这只嘞。咱来用。爸。爸。灰爸。爸灰爸。 妈妈，伊的身躯淡薄仔白白，啊，伊的就是规个唔能到巴肚是白，啊，伊的遮就是有淡口有淡薄白白，啊，怪伊的头前则是完全是点仔黑，啊，个这个就毛是点仔黑，啊，个伊的尾是白，伊的尾仔嘛是唔的。哦，安尼伊啊，是。这个目睭就是较去先切个后鼻小，啊，这就唔的。 安尼妈妈，这个我感觉是9号。9号，好，咱来看伊是毋是哦。叮叮叮叮，伊唔是呢，啊，歹势歹势，伊叫姜仔爸呢。
伊讲伊是足够爬，伊有法度足够爬树啊，定定拢食树仔顶的动物。啊，伊的面呢是淡薄仔咖啡黄色，啊，佮乌色的斑，伊的面啊，食。啊，怪伊的目睭尾遮，佮有伊的喙皮有2条乌色的条纹。伊有爸爸，迄个目尾啦，毋是爸爸。伊有爸爸。哎，真的呢，伊有爸爸，伊有爸爸，伊爸爸。你干嘛有爸爸呀？伊的爸爸会倒？遮是毋是？你认为这是伊的爸爸啊？家啦，遮哦喂，哦遮迄个。安尼即只到底是啥？这是爸爸家。安尼伊是啥是啥呢呢？咱来看卖伊是啥？ 9号伊是9号。 9号在创水。啊，今日伊伫遮。这会讲台语。9号，9号，花吧，花吧，落线，落线，伊有目白，伊有目白。你的面头前若是出现你上介意食的物件，你会安怎做？拄好就好，食这个胃，身体嘛会袂堪住哦。而且吼，久久啊食一摆，嘛较有好食款啦。阿狗讲了真对，后回爱继续收看咱的。咿呀咿呀哟，再会。再会，再会。